兄弟，又一日啦，收工啦，食嘢啦喂！今日帶大家嚟一間寶藏燒烤店，有烤魚，又有小龍蝦，又有啤酒仔。全部都係當日新鮮串嘅。佢雖然係新開，但係佢哋嘅技術已經好成熟㗎喇。地滿100蚊，送6支順心，天啊！小龍蝦真係好新鮮，99蚊3斤。附近呢個商圈仲要唔錯喎，有棋牌又有球場。點個讚先俾酒。